根据有线电视广播法规定，电视系统业者应该要提供一个以上的频道，予政府机关、学校团体，或者是民众播送具有公益性、艺文性，或者是社会教育性等节目。所以全国各地第三频道拢是定为公用频道，但是真侪民众拢唔知影会当多加利用。对此，中嘉集团赞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甲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办理公用频道经营甲推广，活动17日伫台南登场。有线电视第三频道，也就是公用频道这件事情，可以让民众对于这个公用频道的一些想法可以提出来，了解民众的需求，大家对于这个第三频道的看法。那一方面也希望说禁用媒体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是一种公民参与的行动，那大家可以不管是先去了解，或者是将来有机会去参与。那可以让这个第三频道，就是有线电视第三频道，变成是一个大家共用的一个频道。台南这次的活动，也特别邀请各社区团体以及新住民协会参加，向与会民众分享第三频道的功能，希望因会当多加利用。因为我在社区里面一直在透过 YouTube 啊各种传播媒体，然后来跟社区的朋友来介绍一些台湾的一些社区的故事，所以我对今天的课程有一些期待。我非常感谢台师大能够通知我，因为新住民从以前到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弱势的印象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如果要让大家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新住民在台湾这块土地有多少的努力，然后就是想说今天参加这个说明会呢，要如何让我们新住民在这里的那个声音能更多的破万的机会，会关心一下我们台南市的一些新闻，然后最主要的一些社区的发展啊。除了座谈分享，主办单位嘛规划伫暑假期间开办电视节目制作的课程，教导民众用手机翕节目，只要是符合公益性、艺文性、教育性，伫通过审查申请了后，你的节目拢会当伫第三频道播出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